相信好多香港人都見過，或者用過一張圖。機動戰士高達主角阿寶，雙眼迷茫，一副看透世事咁講：人類總要重複同樣嘅錯誤。平時我哋多數用嚟笑人，攞嚟衰，抵死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？但阿寶真係講緊風涼話。今日想話俾大家知，呢句所有人用到爛嘅圖背後根本一啲都唔好笑。佢隱藏住嘅係一個充滿創傷後遺症，關於背叛、絕望同埋信仰崩塌嘅悲劇。而且呢句説話仲完美呼應咗200幾年前德國哲學家嘅歷史預言。今日等我哋揭開金句背後嘅故事。我哋嚟到動畫《機動戰士 Z 高達》嘅宇宙世紀0087年，當時距離嗰場死傷慘重、震驚全宇宙嘅1年戰爭已經過去咗足足7年。7年前，我哋嘅主角阿寶尼爾係咩人？佢唔係人，佢係神啊！佢係憑住一己之力駕駛初代高達，拯救成個地球聯邦嘅超級英雄。但今日英雄嘅下場係點？佢竟然俾自己拼死保護嘅政府軟禁。點解？因為阿寶擁有超乎常人嘅新人類能力。地球聯邦政府驚呢種力量一旦失控，又或者阿寶突然作反，根本冇人阻到佢，所以昔日拯救世界嘅勇者就咁被當成一隻危險嘅猛獸困喺個籠入面，每日都有人監視住佢嘅一舉一動。大家試下企喺佢個角度諗，呢種飛鳥盡，良弓藏嘅滋味好受咩？另一方面，當初地球聯邦為咗徹底消滅敵軍自護公國嘅殘黨，成立咗一隊叫做泰坦斯嘅精英特種部隊。原本佢哋嘅職責係維持和平，點知佢哋恃住自己係地球精英，到處哈哈霸霸。最黐線嘅係咩？為咗鎮壓宇宙殖民衛星嘅反對聲音，泰坦斯竟然重施故技，用返當年敵軍屠殺平民嘅手法。昔日阿寶揾條命去搏，千辛萬苦擊敗咗一條周圍噴火嘅惡龍。7年之後就眼白白望住所謂嘅同伴做緊同當年一模一樣嘅衰嘢。好多人以為阿寶講金句嗰陣係站在道德高地食住花生咁講，但佢當時嘅心理狀態已經處於崩潰嘅邊緣。阿寶並唔係咩冷血殺手，佢只係一個患有極度嚴重創傷後遺症嘅退伍老兵。7年嚟，佢每晚一合埋眼就會見到初戀情人娜娜為咗保護敵人，結果死喺自己劍下嗰一幕。嗰種深深嘅內疚同自責就好似毒藥咁，日夜侵蝕住阿寶嘅靈魂。阿寶點解要上戰場？因為佢天真咁以為，只要打贏咗，只要人類覺醒，變成可以互相感應嘅新人類，就再冇戰爭，迎來真正嘅和平。娜娜嘅犧牲，無數戰友嘅鮮血，就係為咗換取呢個美好未來。終於，當阿寶見到鳳黨喺加美尤面前，但比傑利特一刀貫穿重高達嘅頭部，雙重喺加美尤懷中死去嗰一幕，阿寶不自覺吐出人類總要重複同樣嘅錯誤。佢嘅語氣係徹底嘅無奈。佢以一個過來人身份發出最深沉嘅悲鳴：人類到底為咗咩嘢？點解歷史只會陷入呢種無休止嘅輪迴？佢就算笑，都只係笑緊自己嘅無能為力，笑緊人類呢個物種嘅可悲。其實看似簡單嘅動畫台詞，背後仲充滿住極深厚嘅哲學淵源。200幾年前，德國哲學大師黑格爾講過：人類從歷史學到嘅唯一教訓，就係人類冇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。點解會咁？心理學之父弗洛伊德提出一個現象，叫強迫性重複，意思係人類嘅潛意識會不由自主驅使我哋去重複經歷過去嘅創傷，或者做出明知會傷害自己嘅行為，放翻落我哋嘅日常生活。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呢種人？有啲打工仔明明每次都俾份工折磨到不似人形，轉工嗰陣又係會揀翻同一個行業嘅衰老闆。有啲人次次拍拖都遍體鱗傷，但下次愛上嘅依然係同一類會出軌，將佢當成地底泥嘅渣男或者渣女。因為對人類嘅大腦嚟講，熟悉嘅痛苦好過未知嘅改變。我哋寧願抱住過去個爛攤子，都唔敢面對跳出舒適圈嘅不確定性。所以人類總要重複同樣嘅錯誤，唔單止講緊宏觀嘅歷史，更加係一口刺喺我哋每人內心深處嘅釘。阿寶提醒緊我哋，要打破宿命就必須有極大嘅自覺。
狠狠審視自己嘅盲點。如果唔係，我哋每一個都只不過係現實生活中被歷史重力束縛住靈魂嘅凡人。講開又講，多年之後喺《機動戰士高達00》入面出現咗一句極度相似嘅對白：人類從未喺歷史中學到教訓。而講呢句話嘅角色，正正就係由當年聲演阿寶嘅殿堂級聲優古谷徹親自配音。大家睇下，換咗時空，換咗角色，甚至換咗個宇宙，但由同一把聲音再次對人類嘅愚蠢作出審判，呢個何嘗唔係動畫界之中另一種歷史重演呢？總括嚟講，阿寶呢句金句一開始唔係用嚟恥笑人嘅，而係一句沉痛嘅警世預言。歷史唔會簡單咁重複，但總係壓住相同嘅韻腳。今日睇完呢條片，不妨苦心自問一下，人生之中有冇重複犯過某啲最痛嘅同一個錯誤？但假如你唔想重複錯過好內容呢個錯誤，就記得訂閱，俾個 like，打開埋通知，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啦。我哋下條金句再見，拜拜。